產後可唔可以即刻飲紅棗茶㗎？如果使用紫甘糖極品紅棗茶，一般自然分娩當日就可以按照建議每日飲用1包。如果係剖腹生產，就建議正常飲食後再開始使用。紅棗本身有助補中益氣、養血安神、緩和藥性嘅功效。此外，極品紅棗茶同溫潤紅棗茶同樣選用無硫磺去核紅棗製作，當中溫潤紅棗茶以月子水為基底，加強咗溫和滋補嘅補益作用，更適合產後調養使用，可以幫助改善產後疲倦、氣血虛弱，減少煩躁，改善睡眠質素。